有一款病症叫做肌髓性筋肉萎缩症，是因为神经的细胞无法度正常甲大脑的信号传互筋肉来做出动作。即马有做电动车太空事业的大头家马斯克，伊甲人共同创立的新公司，就研发出会当安装伫人的脑部内底无线连接来控制机器的装置。目前嘛正咧做人体试验。 在人脑内面有超过1000亿个红叫做是神经元的脑细胞，每一个神经元会听前一个神经元的信号，而且记录起来，再搁传互后一个。比如讲，大脑要指挥手脚对某一个方向去动，大脑的信号会弄过神经组织连起来的通道，再指挥筋肉去做。That pathway is damaged, then the neural signals, the signals from the brain, aren't going to get down to move the muscles. But in many cases, the signals are still present in the brain; they're just not getting out. 英国嘛有各方的研究团队想要建立人脑含机械的界面，互这种神经性疾病的患者，就算手脚无法度做动作，嘛会当用脑细胞的活动来做电脑输入这行为。不过过去的脑机界面拢是有电线连的 ，Neuralink 上新研发的是第一摆创的无线遥控装置，对体型较细只的狗到较大只的猪，这间新创公司伫咧经过真侪摆实验成功了后，总算伫2023年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核准，会当做人体实验。 今年甲抗入期的手术第2月进行，马斯克29伫社群媒体发文讲，接受实验的志愿者恢复的状况真好，抗入期的装置嘛接受到脑神经元的信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Neuralink 这摆实验的目标，除了测试抗入装置的安全性，嘛会对做手术的机器人去做评估。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